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4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耶利米哀歌第3章55节到66节，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到3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有言受难。什么款的人会有言家己会受难，然后搁安尼勇敢向前来向这个目标来行？特别是这个苦难，并不是因为家己所犯落的毋对所造成的。明仔载4月7日是教会历内底的中秋节，就是开始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受难周，一般咱称作圣周。礼拜五受难日，天主教也称作圣周五，英文咱称作 Holy Friday， 嘛称作 Good Friday。这个 Good G-O-O-D 这个字，伫古典的英文内底，并毋是指着好，是有神圣甲圣洁的意思。现代当然除了用伫受难日的神圣的拜五以外，真少人用伫表示神圣或者是圣洁这个意思顶悬。当然，这绝对毋是咧讲耶稣受难是一件好代志，毋是啦吼。阁有人解说讲，因为伊的救恩，所以咱甲讲做好诶，这是毋对诶讲法啦吼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有言家己会受难？就亲像伊伫12岁时阵，甲这个心内真着急咧找伊的玛利亚讲：“我毋是应该伫我的爸的兜吗？”耶稣基督非常明白伊的身份、伊的职责，甲伊所受的呼召。伊也捌讲：“我来是为着要拯救失丧的人，毋是要来救义人。”可见耶稣伊非常清楚家己的呼召，伊嘛时常禁止人讲伊的身份，因为伊清楚讲我的时还未到。耶稣基督就特别面对世间人的罪来受苦受难。耶稣基督的有言有几个真重要的目的。第一个就是上帝听着，就亲像耶利米哀歌的经文甲咱讲的，上帝啊，对起的深的所在，我求叫你的名，我要向你来呼求，求你听我。你回答我，甲我讲，毋免惊吓，主啊，你替我伸冤，你救我的性命，你知我所受的冤屈，求你宣判我无罪。你知对敌怎样恨我，怎样阴谋伤害我。上帝啊，你听见因侮辱我，你知因一切的阴谋，因规工掠我做话题，设计谋来设计要来陷害我。对早起到暝时，因踢笑我。上帝啊，求你处罚因，求你照因的行为来报应因，求你咒诅因，互因绝望。求你伫大受气的下面来追赶因，互因对地面上来消灭。
也好，咱亲像上帝差遣着摩西去到伫埃及来解救以色列人共款，因为因的哀哭，上帝已经听着。另外一个角度是耶稣基督知啊，耶稣基督知有两个角度，第一个，伊知上帝的旨意，就亲像腓立比书第2章第50到第80的经文所写的，伊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伊自愿放弃一切，成做奴仆的本质，顺服到伫死，而且死伫十字架顶悬。耶稣基督知，这是另外一个角度。伊知影人的软弱，知影伊必须爱行这条受苦的道路，互上帝的救恩通好借着伊来赏赐互所有愿意相信并且接受伊的人。第三个角度，耶稣愿意。咱拄则提到着腓立比书的经文安尼讲，恁着爱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伊本有上帝的本质，却无滥散用甲上帝同等的特质。颠倒伊自愿放弃一切，除了奴仆的本质。伊成做人，用人的形象出现。伊甘愿卑微顺服到死，而且死伫十字架顶。耶稣基督愿意因为安尼一再咧有言家己的受难。伫今仔日新约的经文马可福音10章32节到34节。安尼提到着伊第三届有言家己的死。耶稣讲，因伫咧上耶路撒冷的路中，耶稣行伫头前，门徒心内惊吓，其他队的人也拢一着惊。耶稣搁一届将12个使徒揪到一边，甲因讲将来要发生的代志，伫伊的身躯顶的代志。伊讲，看，咱即马来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将来要伫迄个所在受出卖，互祭司长甲经学教师，因要判伊的死刑，然后将伊交互外邦人。因要彼人用伊来配喙烂，甲伊鞭拍，并且甲伊杀害。3天了后，伊要搁活。相款的记载嘛出现伫马太福音20章17节到19节，以及路加福音18章31节到34节。想看觅啊，2000几年前，迄一天，耶稣基督最后一届进入伫耶路撒冷，周边沿路十通通拢是伫遐喊休、喊讲好山呐，因欢迎耶稣基督来入城。却伫无偌久了后，共一批人举手大声喊。定伊十字架，若是人的话，一定会弄个大声喊话。但是因为咱知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是上帝的计划，上帝的呼召，所以耶稣基督甘心乐意来回应上帝的差遣。因为伊坚决要行这条受苦的道路，伊会为着家己来伸冤吗？当然袂会啊！因为上帝是怜悯佮有恩慈的上帝，
伊听见嘛看见人的需要，就亲像诗篇31篇的经文所甲咱讲的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将救恩赏赐互咱得救。也因为安尼，咱看见上帝家己为了基督来伸冤。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第9节讲，因为安尼，上帝高举伊到伫上悬，赏赐互伊迄个超越万名的名号。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上帝啊，我伫患难中求你怜悯我，我的目睭因为忧伤火气，我的心神，我的身躯衰烂，我的性命因为忧苦消除，我的年岁因为哀伤减少，我的气力因为我的罪过衰烂，我的骨头孤单，我所有的对敌拢凌辱我，我的厝边甲我侮辱，连捌我的人嘛拢惊我。伫路里看到我的人拢闪开开，我亲像死人，互人袂记得，无人笑脸。我亲像破去的器具，互人来献杀。我听见真侪人世界在造谣，周围充满恐怖，因参详要攻击我，假冒要害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我还久要倚靠你。我讲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我一生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，甲困迫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你的仆人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感谢上帝呼召阮成做你的仆人，互阮会通活出新生命，愿意来跟对你的脚迹甲旨意来行。求主赏赐主爱的救恩互阮，互阮蒙恩得救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